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竹东圳是竹东地区最重要的水利系统，兴建至今虽然已经90年，但是仍然供应着竹东地区10万人口的日常用水。这个竹东郡啊，它是当初为什么会盖这个竹东郡？竹东郡是为了我们竹东镇所有的25个里的水田，第一个就是灌溉，第二个就是饮用水。早在民国15年的时候就开始动工来进行这个隧道的穿凿，让大家民生活会比较好。那也差不多100年了。差不多了。所以当初竹东镇的水都是来自这个竹东郡。对，所有的饮用水都是由这一条郡来灌溉的。竹东早年开垦需要水源灌溉，居民对水怀有独特情感以及敬意，因此逐渐演变成水神信仰，也就是客家人的水头伯公。太哥，为什么这里会拜水神？因为这个水神是掌管了我们各个地方以及我们这一邻所有的安全各方面，所以说这边是很多人来这边拜的水神。来，一两去北墙远眺，我还本当在顶山。壮州父子百公百婆，壮南父子百子百孙，在来北墙。相继海年下季水口，常在百公百婆百子百孙，各强孔人常在斗头。他今天拜的意思，伯公伯婆今天你们来访问就是说我们这边的人也是要保护你们，还有我们总章人也是要平安这样子，所以他就申请了很多的那个神明一起来。当初我们开这个圳的时候，那些人民都是很热忱的，就是看到我们有一个大的石头这样子，他就成了一个伯公就拜得非常的灵。虽然90年过去了，竹东大圳依旧忠实地将大坝尖山的水源源不绝地满足每位竹东人的需要，如同竹东的水头伯公，近100年来一直忠实地守护着10万竹东人。